弟兄姐妹平安。星期三的信息题目：感谢的祷告带来复活的大能。圣经马太福音11章25到26节。马太個沙包lagu在tefang 25 atau sia tanggal saya 26 lagu 6 atau sia Idia i soal sanjiyat wa ma'au uta pangnu kakarayan atau hakar gitu mihahuil kakui di tuanan nauhani ni kirifan itu ahlemag i citanang ngai atau mafana ai tamklawi patarakalan isu i mafukirai tamklaw hai wama unawarutuan isuku nika mati ninu semak saan jinraa miturun。那时耶稣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这时候主耶稣的工作遇见挫折，他行许多异能，可是那些看见主耶稣行神迹异能的人竟然不肯悔改。当主耶稣遇见这些挫折时，他没有向天父埋怨说，天父，你看我多可怜，我替你做这么多事情，他们都不肯相信，不肯接受。主耶稣反而向父神发出感谢，在感谢中体会到神的美意。他说，父啊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主耶稣知道是父神关闭聪明通达人骄傲的心，无法认出神的作为，而父神会开启谦卑人那单纯像婴孩的纯洁的心灵，使他们认识神的奥秘的事。感谢的心灵容易与神的心灵相通。当你有感恩的心的时候，你的灵容易被提升，与主耶稣一同坐在天上，能够从属天的眼光、属神的眼光去看地上的一切事情。你可以从神的角度来衡量一切，来评估一切，你就会做出正确的反应，像主耶稣一样。韩国的基督徒一天到晚都在感谢神，上车前、下车前、出发前、平安到达一个地方、进入教会或回家，都要先感谢神，祷告神。我们能够开车平安抵达一个地方，不是理所当然的，是因为神在暗中保护、保守。每一天的生活有平安，也不是理所当然的，是神在眷顾我们。所以我们除了感谢之外，还要感谢。有个姐妹在海外宣教的时候，因为生病，肚子很不舒服，很痛。当时她没有收到任何奉献，没有钱，所以每天只好靠燕麦和炼乳吃饱。没想到1个月后，竟然不药而愈，不吃药，肚子痛就好了。之后这宣教士他开始收到奉献，才有钱买其他的食物吃。在回国休假的时候，他说出这件奇妙的遭遇。一个医生问他说，你当时的病情有什么现象啊？他说，我当时好像是肚子消化不良，
非常的疼痛。医生对他说，医生给消化不良所开的处方就是吃1个月的粗燕麦，加上当时这位宣教士遇见了难处，没有收到奉献，只能吃燕麦。这正是神的美意，让他在没有受到奉献的那个月只吃燕麦，结果他消化不良的症状消失了。他觉得是主耶稣奇妙的医治，也体会到神是无微不至的照顾他的神。有个姐妹身体很疼痛，当她不舒服的时候，就按手在痛的地方，大声开口感谢赞美神，越痛就赞美的越厉害，小小的痛发出小小的赞美，大痛发出大大的赞美。后来主耶稣奇妙的医治了他，所以我们要警醒感恩，这是打败魔鬼最厉害的武器。保罗提到我们应该感谢神，感谢主，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。O aahoy sen itaku kawas saiku mama min a suarenku mi kumi ningra。 阿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你是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像婴孩就显出来。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马太福音11章25到26节，马太在一个沙发lagu tisai sefang 30 lagu 5 tusir tanggal sai 30 lagu 6 tusir. Dia I soal tanjiyet wa ma'au utak pangnu kakarayan atau hakar gitu. Ni hahuil kakoi tituanan. Nauhani ni kilifan itu lemak I cita ngai atau mapana ai tang lau patarakalan isu I ma fukirai tang lau.
Hai wama Punawarutuan izuku nika mati ninu semak saan jingra'a miturun.那时耶稣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